第二章，从前伫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伫恁的中间，也的确有假师傅，家己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因的主，因也毋承认，自此紧紧的灭亡。特别有真侪人听叹因迄个邪淫的行为，就互真道，因为因的缘故受诽谤。因为有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语伫恁身顶处理。因的刑罚对古早以来并无延前，因的灭亡也的确紧紧来到。就是天使犯罪，上帝也无宽容，捌将因ฮ็伫地狱，交互黑暗坑中，听候审判。上帝也无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捌互洪水淋到迄个无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传义道的挪亚一家8人。佮判定索多玛、俄摩列，将2个城车倒，焚烧成灰，成做后世代无敬虔的人的鉴戒，只拯救迄个常常为歹人淫行忧伤的义人落得，因为迄个义人踮伫因中间，看见听见因不法的事。伊的疑心就日日伤痛。主知影拯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将不义的人留伫刑罚的下面，听候审判的日子。遐个随肉身趁污秽的情欲，轻慢主治的人的，个较是安尼。因胆大任性，诽谤伫尊位的，也毋知影惊吓，就是天使，虽然力量权能搁较大，也无用诽谤的话伫主的面前告因。但是这个人亲像无灵性，生来就是精生，批判互人掠抬，因诽谤所毋未晓得的事。拄亲像伫败坏人的时阵，家己的确拄着败坏，行不义的就得不义的工钱。这个人欢喜白日宴乐，因已经受玷污，搁有瑕疵，正是甲因三角制度，就掠家己的盔甲最快乐。因满目睭是阴色。无停的犯罪，因有遐个心无坚固的人，心中习惯贪心，正是受咒诅的种类。因离弃正路，就行差了，随趁比拟的囝巴兰的路。巴兰就是迄个贪爱不义的工钱的先知，伊却为家己的过犯受了责备。迄个袂话讲话的驴，用人的话阻挡先知的南山。这个人是无水的井，是狂风吹逼的雾气，有黑暗的幽暗为因存留。因讲虚妄夸口的大话，用肉身的情欲甲邪淫的事，因有遐个拄则脱离南山行的人，因应允人得到自由，家己却做败坏的奴仆。因为人互一罪辖制，就是一罪的奴仆。设使若因为认捌主救主耶稣基督，得到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搁踮伫其中受甜掉制服，因罗马的境况比先前搁较毋好，因知影义路，竟然背弃传互因的性命，
倒不如未晓得较好。俗语讲得真正无错，狗所吐的，伊挖过来搁食，猪洗清气，搁倒转到土糜内去滚。这个话伫因身顶正合适。